各位朋友，大家好，呃，欢迎参加我们的节目。呃，大家都非常关心目前东土耳其斯坦还有土伯特，就是非常残酷的现实吧，尤其是东土那边，中共就是大规模开始集中营以后。全世界很多有良心的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与东突人同样经历着这种残酷剥削的我们的土伯特兄弟，可以说有着相同的经历。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在土伯特流亡政府里工作过14年的Sanjay Cap 先生。Yaxshimisiz Mr. Sanjay Cap? Yaxshimisiz, Jaset。谢谢。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还学了点维语。非常遗憾，我没有机会学你们的土伯特语言，否则的话，非常希望今天用土伯特语跟您打招呼。不过我非常高兴你能说一句，哪怕是一句也罢，是维吾尔语，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谢谢，应该的，应该的。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我听说你是在中国的什么西北民族学院上过学是吗？是我的兰州的西北民族学院上学。那现在西北民族学院改成西北民族大学。对。那可不可以说你开始认识这个维吾尔人就是从那儿开始的呢？这是我第一次认识那个维吾尔人，就是在学校里面认识的。因为当时西北民族学院它有很多系，就它分很多。像我们的话是当时是藏语系，还有蒙语系，维吾尔的人文学的专业，而且也设有那个维吾尔预科班，所以在预科班里面有很多学生，而且我们的宿舍的话维吾尔学生他们住在1楼，我们住在3楼，这样。然后当然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维吾尔，我们也有很多朋友是维吾尔学生，那我们也有很多交流，之间都是有同样命运的民族，我们的背景都一样，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差不多，所以我们经常会谈论很多有关自己民族的问题，谈论一些情况。所以从那时起，我们就认识很多维吾尔人，所以我学了几句维吾尔语，但是现在我忘得差不多了。那么说来，你好像学过的维吾尔语不止就是Yaxshimisiz，好像学过其他的就是句子或者是用语是吧？对啊，比如说我记得 Yaxshi 是好的意思是吗？对，之类的我学了点，但是现在真的我快没有20年，但是有10几年已经忘了。但是我在那个流亡之前，在西藏首都拉萨的时候，我看到几个维吾尔那个做生意的，然后见到他们，我就用雅克西的这个打招呼，他们很开心，他们说了很多，但是我听不懂。我还真的没听说过，我们维吾尔人当中也有去你们那儿做生意的，当时人数多吗？当然人数不是很多，他们主要是买那个葡萄干之类的干果之类的，在拉萨的那个我们就叫那个巴口街，
就是中心了，那个土伯特人的居住很多土伯特人居住在那里，因为那里有我们的大昭寺，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个寺庙在那里，所以很多土伯特人就在拉萨的话到那边去，所以维吾尔人呢，他们就做那个干果的生意，做葡萄干啊什么核桃啊之类的，不是很多，但是大概我看到7、8个。哦，对，是啊，那还不少。今天我是头一次有机会，我跟我们的土伯特兄弟谈论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实吧。我今天问的问题可能很多，我们不要把这当成是什么网上直播的什么节目，我们就把它当做两个朋友之间的聊天。我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多，就怕把你给累着了。如果你觉得很累的话，希望你打个招呼，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另外找个时间再继续谈。不过我今天非常希望问到我非常想问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交流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干的是同样的事，就是把 CCP 这个残酷镇压的政策向全世界的人宣传，让他们知道 CCP 的真面目。我们就从这个土伯特被侵占这段历史开始吧。虽然我们在网上看到不少有关土伯特的历史或者是影片，比如说好莱坞也有不少这样的影片，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想让你就是亲口给我们介绍一下，说一下这个土伯特被侵占的历史，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好，中国对土伯特的侵略，其实1949年就开始，因为1949年的时候中国军队已经进入了西藏。土伯特，我首先就要说一下土伯特在土伯特土伯特这个概念这个地域概念我们传统的土伯特分三块，就3个部分组成的。那我们叫卫藏，卫藏是主要的拉萨和拉萨为中心，拉萨那带中心到阿里这一带全部我们称卫藏。然后呢，我们称安多，安多是现在的中国人的说法，就是青海、甘肃和四川那一带，把那块传统的安多地区呢，中国它把它割成几块，然后分到其他行政单位里面，这一块，然后是康区，康区呢主要在那个在中国现在的说法就是在四川部分在青海里面。那我们对土伯特这个地域的概念就是三大区，就是相当于三个省这样。所以呢，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那边把国民党赶走以后，他的军事势力就一直向西藏的安多和康区入侵。那时候是1949年，其实中国共产党宣布他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其实西藏的很多地方已经被军事占领。对，这样。那然后呢，军事占领以后呢，中国宣布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们再次宣布，当时还没有进入那个卫藏和当时那个西藏政府控制整个地区，所以呢，他当时就宣布要所谓的中国人的说法就是要解放西藏，已经宣布这个。然后呢，49年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入这些地区，只是在安多和康区的一些地区
正式占领而已。然后呢，19年已经占领了一部分地区，然后50年开始进一步的推进，像抗区的其他地区和安多的其他地区继续推进他们的军队，大量的军队已经开过来，然后呢，再对那个西藏政府，当时西藏政府控制的地区进行入侵。那当时西藏政府有军队在外语里面就是在中国人翻译成的金沙江边就有军队政府军队在那边驻守。那当然，当时的西藏政府的军队的人数无法跟中国人的军队比，因为当时整个西藏政府在那边驻守的军队土巴特军队大概6000到吧，这样军队在驻守，然后从武器跟整个训练和整个作战经验都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无法比较。但是当时是土巴特的政府在国际上呼吁，然后也1949年中国共产党宣布要所谓的解放土巴特以后呢，当时土巴特政府就公开的向世界公布，就是中国要侵略土巴特，然后也说明土巴特外交部直接给北京发电报说，我们两个国家历史上是两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希望尊重中国方面尊重土巴特的全领土完整，而且归还中国所占领的这些地区，希望军队退出那个土地区，发这个电报，然后土巴特政府也派一些官员到国际上去呼吁，特别是在印度跟美国、跟英国这些国家进行呼吁，这样，那土巴特政府当时他所有的能力，或者说他军队的能力都部署在那个就金沙江这边。那其实当时中共的军队，他的主力部队叫西南军的那个18军，他是入侵的主力部队。那然后他也从安都地区就安都地区再有那个西北区的军队往那个向拉萨进发，而且从敦土也派军队从敦土的那个和田，对吧？和田对，和田离土巴特比较近，所以从和田进入到土巴特的阿里，一支军队从这里出发。然后呢，另外呢，从云南也有一支军队。其实当时中国的军队，主力军在金沙江那边，但是其他的各路军队开往土巴特。当时从军力从整体对土巴特政府的压力是非常非常之大。但是中国也非常清楚，土巴特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直接有军事入侵的话，它的国际上压力很大，特别是英国、印度跟其他的土巴特的邻国都非常紧张，当时非常紧张，所以它的国际上一些需要考虑这些问题。那所以他一直比较争取时间准备军队当时做这些事情，国际上也在做一些这个活动。那然后呢，他准备了大概1年以后呢1950年已经准备的差不多50年10月，
他开始开战，他就进入军事实力，开始攻击白塔政府的军队，大概当时我的军队大概对抗反击大概2周到3周以后呢，摧毁。摧毁以后呢，那当然之前中国一边在部署他的大量的军队，然后呢一边在装模作样的就是说我们要和谈。那当时中国政府一直有一个他就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当时土伯特政府没办法接受，但是土伯特是中国的一部分，那这个土伯特政府就没办法承认，所以如果你派代表的话，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所以当时就没有派代表。那然后呢，中国军队开战，然后打垮那个土伯特政府的军队以后，在没有选择的情况，压力很大。当时，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达赖喇嘛宗哲当时很年轻，才16岁，大概这样的情况。其实传统的土伯特传统的他的那个按传统来说，达赖喇嘛宗哲不会在16岁的时候，他担任这个政教领袖，他必须要18岁以后才担任政教领袖。那当时土伯特的整个状况非常怎么说呢？危机非常严重，所以呢，当时就民众呼吁登基，然后领导土伯特人民。那当时达赖喇嘛宗哲登基，但是中国军队大部队压境的情况下，那达赖喇嘛宗哲和土伯特政府的官员到那个边境地区比较接近印度那边的边境地区避难那边。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从军事力量军事上没有办法跟中国对抗的情况下，没有选择。那中国方面直接一直在逼，如果你们不派出那个谈判的代表，那我们就要大军开进那个拉萨为主的其他的地区。那当时没有选择，所以当时达赖喇嘛宗哲土伯特政府就派代表在那个去谈判。那当时对代表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立场，就表示我们绝对不会承认那个土伯特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先决条件，必须要这个要守住。然后呢，土伯特政府的代表就到北京去谈判了。谈判的时候呢，谈判的代表呢有2部分，一部分是从康区那个金沙江那边被打败的，当时有一个阿皮阿温军人，他当时嘎论就是在土伯特政府，他相当于一个部长级官员，他是相当于当时在康区的总督这样，所以他代表那个土伯特政府，他从康区出发去北京，然后呢土伯特政府达赖喇嘛的另外几个代表从那个亚东就是边境地区进那个印度去北京谈判。在北京到北京以后就谈判。那其实当时的情况是，中国政府他根本不让那个西藏政府提出什么条件，他已经准备好那10条，他就宣说我们就讨论的内容，讨论的所有的需要讨论的是这些问题。
那里面的他就提到特别中国的一部分然后就在当时的状况上，其实特别政府代表其实没有机会根本没有机会表达特别政府的立场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动，然后呢，特别政府当时对代表明确的说明，任何情况必须要回报，法电那个跟政府联系，不能你们代表自己决定，必须要政府回报给那个政府，然后政府进行决定。那当时实际上在谈判的过程中呢，其实政府的代表根本没有机会跟特别的政府联系，而且当时的谈判的整个过程根本不是什么谈判，就是跟你传话的那种发布命令就是必须要承认了，如果不承认，我们明天就要让大部队开进，就这种心态，这种状况，去施压，然后在谈判的过程中谈来谈去，然后其实全部都是他中国政府的立场，然后他在那上面就是争来争去，最后呢就51年5月23日就签订了所谓的17条协议，这个协议，在这个协议里面呢，当时特别政府的那个代表们，唯一有争取的是第4条里面，他说17条协议里面全部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把特别政府说成是特别的地方政府，然后呢，北京当然是中央政府，他们这个是中共的语境，然后他们就这样确定，然后他在第4条里面说，中国政府不改变特别的政府和社会体制，然后也不改变那个达赖喇嘛宗者的权利，而且政府的所有官员继续人治。所以在当时在那种情况下，胁迫的情况下呢，特别政府的代表就觉得这一条可以保留那个特别的政府和达赖喇嘛宗者的权利。把所有的希望基于这一条上，然后呢，后来呢，很多研究大问题或者研究中共当时的历史的研究，有的人认为这就是中国所谓的一国两制的第一次的没有，当时没有提出一国两制这样的概念，但是从形式上这就是一国两制的形式。那很不幸，大家都清楚这个失败，然后现在香港的一国两制也失败。因为这一定会失败。当时虽然签署了这个协议，但是这17条里面没有一条是没有说明，或者说如果双方没有遵守这些协议里面的内容的话怎么办？没有，只是一张废纸。他的中国政府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呢，特别代表也没有机会跟特别的政府联系。然后他们签订以后，中国方面就公布，然后在广播电台播送。那特别的政府呢，在广播里面听到这个17条协议签订，然后这个内容是什么？那当时特别的政府非常吃惊，就是这些情况呢，我们可以从那个达赖喇嘛宗者他有2部自传，我的另外流亡者的在这2部自传里面都非常清楚。当时达赖喇嘛宗者他
非常吃惊，怎么会签订这样一个协定？然后我们都不知道要签订这个协议。那签订完以后呢，那当时这个协议里面就有一条就是允许就是中国军队开往特伯特首都拉萨为中心的整个特伯特地区，说是要那个保卫边疆，保卫那个边防这种理由。然后呢，那签订以后呢，因为签订完以后5月签订以后呢，当时那中国的大部队已经在非常已经部署，然后呢，当然签订了这个协议以后呢，中国政府就有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好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签订了这个协议，所以特伯特政府就没办法组织他军队开进，然后提供什么需要的帮助之类的，然后他就在这个协议的名义下，中国政府大部队就开到特伯特首都拉萨为中心的整个那这样他大部队就开进来。特伯特政府当时就是因为那协议里面那个17条对特伯特非常非常糟糕，但是为了避免中国军队屠杀平民百姓，特伯特人民为了避免遭受那种屠杀，就好吧，那没办法，就既然或是签订了这个，只要中国政府遵守这里面的协议的内容的话，那特伯特政府可以继续存在，不改变。然后达赖喇嘛宗旨是的权利已在，那这些存在的话，特伯特政府继续可以为特伯特人民争取一些权利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保护自己的宗教和保护自己的人民，这是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特伯特政府的官员跟达赖喇嘛尊者因为签订了这个协议以后，而且签订这个协议以后呢，中国政府呢一方面他派军队向特伯特开进，另一方面他派那个所谓的中央代表经印度前往那个达赖喇嘛尊者所在地的亚东那区，然后他就解释，见到宗者达赖喇嘛以后呢，他就解释这个协议是多么好，我们要保护这个特伯特人，我们怎么发展，他一大堆。那当时就特伯特政府好吧，既然你们有这个承诺，那我们回去，然后争取特伯特人民的权利和避免屠杀。然后当时的官员跟达赖喇嘛宗者就回到了首都拉萨。到拉萨以后呢，那特伯特政府跟达赖喇嘛宗者尽量去按那个协议去实行政府去做有一点跟中国政府有承诺的那个方向努力。但是问题是，当时中国的大部队开到特伯特首都的时候，几万人的状况，然后中国人一边把大部队开进来，一边他们在修那个公路，从安多修到拉萨，然后从康区修到拉萨，就现在说的青藏公路跟那个川藏公路，在一边修2条路。那当时大部队开进以后呢，他们没有站稳脚步，所以没有站稳脚，所以他们还是比较客气，表面上非常客气那种，但是他们一直在部署他们的各地的军队和那个
中国共产党组织他在那边开始大量的收买或者说统战，所谓的统战藏人土巴特人当地的一些人开始搞这个活动，然后呢，他就慢慢把土巴特外交部的权力，他以合并跟那个中国外交部的那个部门进行那个合并的名义，把整个土巴特政府的外交权力给剥夺。然后呢，他在那边跟印度、尼泊尔跟这些邻国在外交上搞一些签订一些那个备忘录啊什么的协议啊什么这样的这些情况。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土巴特的整个土巴特政府的压力很大，他的压力。当然，我在另外需要提一些问题，这个一些问题，就是刚才我谈到的这个土巴特的安多跟康区比中国占领以后呢，整个中国共产党搞那个土地改革这个运动嘛，那在土巴特他们搞了一个所谓的民主改革，跟那个中国的土地改革都是一样的内容，就是把人民的土地以地主或者说分成什么富农啊什么的概念，然后剥夺，然后去怎么说呢？批斗啊之类的，就是打压那些比较富裕的家庭，或者说当地比较有实力的影响的土巴特人，而且另外一个目标就是打压那个宗教，然后打压寺庙、寺院的组织，因为土巴特寺院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中心，它既是一个传统文化中心，它也是一个教育中心，所以它的整个组织上很庞大的，整个社会影响力很大，所以它开始用民主改革的名义去摧毁土巴特传统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它就必须要破坏这个，因为没有破坏这个，它没办法这个洗脑，而且洗脑就是说它没办法把共产党的这些东西或者这些政治概念或者这些政治运动推广下去，没办法这种，所以他就采用这种方式，所谓的民主改革这些。我在这里打断一下，我记得我看了一部片子叫做《Seven Years in Tibet》，这是非常有名的片子。片中提到，就是共产党刚入侵的时候，在昌都那边打了一场仗以后，好像屠杀了100万土伯特人，有这情况吗？不是的，120万这个数字不是当时在那个长都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金沙江边有长都战役，那儿其实没有那个屠杀的那么多人，当时因为我刚才提到整个土伯特政府的军队政府军队大概5-6千人，对，所以他当时打仗的时候没有屠杀那么多，这120万是从1949年到1980年，就是1980几年那段时间统计的非正常死亡是120万。那么我想问一下，当时就是土伯特被侵占之前，你们当时在土伯特里生活的中国人有多少？然后现在他们变成了多少呢？这个比较难以回答，因为我为什么呢？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的
有系统的或者说比较公认的研究的资料可以参考。是这样，因为中国共产党入侵Tibet 之前Tibet 的一些安多和康区的一些地区比国民党或者说当时的军阀占领。比如说安多的很多地区就是那个马步芳他的军阀占领，然后呢康区的一些地区是刘文辉，他虽然后来被国民党编过去，认为是国民党的势力，其实当时是地方的一个军阀的形式存在。那这些地区因为跟中国很近，所以在历史上有这个中国人移民的情况，所以对安多和康区那中国人当时也比较多，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具体当时有多少人。对，因为我问这个是因为我们那儿，比如说东土，当时被中国侵占之前，在我们东土做生意的汉人，很少2%左右。不过我们那东土就是被侵占以后，到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40%多，就是说。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所以我非常希望了解就是你们那儿的情况吧。我继续说这个，然后呢，另外的当时Tibet 政府Tibet 政府管理的这个范围里面呢，的中国人就很少，因为有2次被驱逐中国人。一次是大概1912年、13年那段时间，因为当时那个满清满清推翻以后当时在 Tibet 当时在 Tibet 生活的把所有的满族和所有的汉人全部赶走。这样。然后另外一次呢是国民党把国民党当时在 Tibet 的所谓的电台为国民党工作的一些汉人，包括做生意的所有的汉人，在 Tibet 政府把他们驱逐出去了。所以当时就 Tibet 传统的微藏地区呢，那汉人当时的中国人确实很少，很少。所以这个整个山区的状况不太一样。那总体来说安多和康区的中国人当时是绝对是少数，那些地区绝对是少数。OK， 那现在整个Tibet 中国人的比例就非常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对这个数字他一直保密但是具体的很多研究者都有发现康区和安多绝对是那个中国人绝对大的超过Tibet 是这样。那绝对超过。然后最近也有很多资料显示微藏地区就是我们的首都为中心的这一带以中国人所谓的西藏自治区，那这边也中国人的人数也超过Tibet人有这样的。为什么？这是他也许有的人说没有那么多中国人到Tibet这可以这样说，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家都不太注意，就是
中国人他在Tibet 地区修建一个水电站，他在那修建水电站的时候，他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中国人，他从中国拉过来，然后这个水电站修完以后，那个地区就是一个中国人的城市。这很多，像离我们家乡就我们家乡有一个叫龙阳峡水电站，那这是很大的水电站，它在马区，就是中国人说的黄河。那这水电站修成以后呢，像整个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城市，它是纯粹的中国人的城市。那这些人口呢，在本地的人口数字里面很难写进去，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去处理，所以你没办法统计到底有多少中国人，这是对于中国人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保密的东西。那但是前几年中国统战部的一个部长，他在批评反驳特别流亡政府提出的那个中间道路，然后提出名副其实的自治，这个反驳这个的时候，他说如果按那个达赖喇嘛的要求，整个 Tibet 实现一个整个Tibet 一个自治的这种行政区的话，他说必须要驱逐一千万中国人，那这很吃惊，如果他是一个官员，他说出这个数字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情况，如果按他的说法，那这说明现在在整个土伯有1000万中国人。是这样。那1000万。那土伯人大概按公开的数字就是现在大概就在700万左右。700万。700万左右。这个700万呢，整个中国人所说的西藏自治区只有200万，其他的人都在其他地区。其他地区加起来总共大概700万是吧？大概700万，以前是600，现在整个状况大概700万。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朱维清这个统战部部长朱维清他说1000万中国人要驱逐，那这个说明他就证明了有1000万中国人，那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是这样。那我接着想问一下，这个是 Tibet 流亡政府，在达拉萨拉姆这个流亡政府，您在这个政府工作过14年，好像是在外交部工作的是吗？是Tibet 流亡政府，现在 Tibet 流亡政府，他自己的中文翻译是Tibet Tibet 行政中央这样的概念，但是跟流亡政府以前是流亡政府这样，后来改了，但是可以，它本身就是Tibet 流亡政府。对，因为我在那里。因为当时是达赖喇嘛尊者就是从吐蕃就是流亡出来的时候，就是带着他的政府出来的，然后再呢就是继续实政，就是在国外行使他的主权。你能不能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是 Tibet 就是流亡政府的结构？它大概有几个部门，比如说外交部啊，什么内部的，还有什么教育啊、文化方面，总共多少个部门是如何运作的？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OK， 是这样，Tibet 流亡政府它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那当时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跟
土耳其政府的官员流亡印度以后，他就继续了这个政府的运作。那经过60年那个改善和完善，那现在土耳其流亡政府它有它的整个结构是这样，它有人民议会最高法院然后这个内阁就是行政这3部分组成。那3部分组成。首先我讲那个议会它是议会议员是这样，我刚才提到整个土耳其分成3个区域，那各区域10名议员议会10名议员，那3区整个是30，康区10名，安多10名，然后维藏10名，30名议员，然后加上土耳其佛教它有4大传承，就是不一样的4大传承再加上我们土耳其传统的宗教，它不是佛教，我们叫本教，它就是土生土长的土耳其的古老的宗教，它一直。那这五大宗教，它各2名议员，那总共是10名，40名议员。然后然后大概在20年内，很多土耳其人到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加拿大、欧洲很多国家有很多的土耳其人，所以后来我们改善，在那个美国选2名议员，然后欧洲再选2名议员，然后澳大利亚跟台湾、日本这区就是太平洋这一带选1名，所以整个议会的议员他有45名议员。那这个议会议会的议员是各区和各宗教团体他民众选举投票然后产生，那他的任期是5年，然后他们每年开2次会议，3月跟9月，那它就是一个立法结构，所有的流亡社区、流亡政府流亡政府的法律法规都是由他们确定，而且整个流亡政府的预算开支全部都要经过议会去批准，这就是议会这一部分。那法院它最高法院在达兰萨拉，然后它有分院在各跟各那个定居点，我要说一下，因为这个概念说出来还不太容易理解，所以我介绍一下，就是定居点，所谓的定居点就是土耳其人的定居点，它是这样，土耳其流亡以后的土耳其流亡出来以后呢，在印度、尼泊尔和不丹这3个国家的政府帮助下，把大批的土耳其人就在他们的国土上安排，然后给土地，然后他们定居下来。那这整个是一个土耳其人的社区，它大小不同，它是一个社区，所以我们在称这些叫定居点，就是土耳其人定居在那边叫定居点。对，所以议会是这样，然后呢，最高法院它在各地都建立一些分院，然后它也有一个巡视的法院，它就各地各定居点去办案这样。但是因为我们是流亡，我们必须要尊重所在国家的法律，所以刑事案件是法院不会去审理和处理，它主要是一些民事，特别是土耳其人内部的一些纠纷，在法院他处理解决这样。但是比如说在整个机构里面，法院它就是有这个法院的权利，它
它是一个最高的执法部门的这个部门，然后是行政这一块我们叫卡夏是特巴特政府在特巴特的时候它的政府的名字叫卡夏，那当时最高领袖是达赖喇嘛宗者，那流亡以后，那整个行政这一块它独立的成立一个行政部门，然后它下面有好几个部门，比如说宗教与文化部然后是内政部，宗教文化这比较容易理解，宗教这一块。那内政部它的主要工作就是去管理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定居点，去管理这些定居点。然后呢有安全部，安全部比中国政府说的非常的像一个恐怖组织那样，他解释。但是安全部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达赖喇嘛宗者的安全这方面的部分。然后新的特巴特人流亡过来以后，那他需要一些法律上或者说官方的一些登记跟印度政府有一个协调，他主要这个工作而且他也负责新的 Tibet 难民流亡过来以后，他设立了两个接待站，就是一个在尼泊尔，一个在印度。那这样新的 Tibet 人流亡到尼泊尔以后呢，有这个接待站去处理整个所需要的法律上的一些所有的手续，然后他们送到印度，然后在印度政府需要处理一些官方的一些法律上的一些问题，让他们去处理，这是安全。现在就是，然后呢，对不起，打断了。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政府要运作，必须有钱。这个财力是怎么解决的呢？安全部我要介绍的是再下来就是财政部，财政部它这个非常清楚，它就是在处理这个财务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多人感兴趣，特别是中国政府也很感兴趣，这个是吗？外政府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那这其实财政部这一块其实没有什么秘密，整个财政部的每年的预算案全部都是公开的，因为它必须要在议会通过，所以它每年都有那个开支和支出，所有的审计的的开支所有的财政的运作它是公开的，它每年都发表它的这个报告，所以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秘密，或者不是什么秘密，它是一个公开的财政的运作。那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财政是怎么这些钱是怎么来的？直接说这个钱是怎么来的？这有好几个不同的财政部它本身是一个基金会的形式，它是一个基金。然后呢特巴特人在流亡社区的，不管你在美国或者全世界哪个国家，他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愿交税是吗？不叫税，它也不是税，叫自愿的，就是资助的那种，对，捐款的这个。因为我听说好像国外的所有的土伯特人好像都要给政府交税，好像不存在这种情况，也不能叫税是吧？应该是资助。这是一个其实也不是资助，其实相当于捐款。捐款对，就这样。这样就是比如说你在欧洲，像我在欧洲，那我有工作跟没有工作有一些区别。对。如果没有工作，我每年就交45欧元，多少？这样所以有一部分就是藏人自愿捐助的这个资金。那另一部分就是当然它有一个财政部，它有一个基金，它可以
激进的方式去财务的因素。然后呢，还有一部分是达赖喇嘛宗者直接资助的因为当时这个形成一种传统，就是流亡过来以后呢，当时整个政府开支都需要那个钱，所以当时宗者他以个人的身份捐助一定的资金给那个政府，那这形成传统以后，一直财政部的一部分钱是从宗者那边宗者的捐赠的这一部分。那宗者的问题又来了，宗者的钱是哪里来的，是吧？你看，宗者我们就简单的宗者已经出过很多书，宗者总是开玩笑，我自己没有多少钱，但是我的那些书有一点钱，还开玩笑这样。其实宗者出的很多书都是非常有名的，在整个国际上非常有名，而且翻译成很多语言，50多种语言，30多种语言。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就是那个The Art of Happiness， 幸福的艺术，是非常有名的，在纽约时报的那个畅销书，保持几个月甚至接近1年的那种状况。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名，而且不仅仅是英文，它翻译成很多语言，包括中文。那这的版权方面有一些，而且呢达赖喇嘛尊者宗教领袖很多他的信徒包括 Tibet 人也佛教的名字有供养，就是捐赠给上师这样。那这样的情况，当然还有宗者他也获得了很多有名的诺贝尔和平奖之类，但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资金全部捐给其他的基金组织，包括非洲的一些基金组织这样。那我很想知道，就是国外很多藏人，他们就是像你说的是资助，就是流亡政府的人，多吗？比如说大概多少愿意资助或者一直在资助呢？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这个的资助的，因为各个国家的汇率跟各个国家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它对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规定要资助的标准也不一样所以应该在财政部的整个财政里面大概占藏人的 Tibet 人自己捐助的应该占30%到40%吧。30%到40%的国外流亡的藏人就是资助流亡政府。对，应该可以占到这么多。也就是说不到50%了。不到，因为你知道Tibet政府的开支是很高的呀。对。另外还有，我也听说，就是美国政府每年也的资助是流亡政府，好像上一次资助是1700万美元那样的，我记得。就是美国政府或者其他的基金有资助的，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项目，它是有规定的，它不是把这个权给了政府，资助项目，它是一个资助项目。美国政府几年来资助的大多数是给那个新的 Tibet 流亡藏人的开支，就是他们的医疗、教育所有的开支怎么说呢？就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新流亡过来的 Tibet 人，那每年2008年之前是这样，每年2500到3000人流亡，这个数字很高的。那这里面的70%的新的 Tibet 人流亡过来的，这里面70%是青少年，他们是为了接受教育。
所以呢，给他们安排你学校，那学校要建设学校，学校的资助，整个学习所有的资助。那这个美国的这一部分资金呢，那一般他会制定给新的 Tibet 人流亡到印度以后的所有的开支。它是一个项目，它不可能是这样，给你钱你就项用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不会的，它是一个立项目，然后按项目的标准再去使用。是这样。是这样。另外我听说就是流亡政府，Tibet 流亡政府好像发了Tibet 人自己的护照，有这事吗？这不是护照，其实你知道，Tibet 人大多数流亡 Tibet 人，他居住在印度，那新的流亡的 Tibet 人都会到印度，所以在印度尼泊尔可能不但Tibet 人是流亡者，就是难民，那难民。当然，但是既然是难民，也不是也没有这个是国家的护照，所以呢，印度政府他就给 Tibet 人到国外旅行的话，他就办了一个相当于旅行证这样的文件，是那个叫旅行证是吗？就是旅行证一样，就是 travel document。Tibet 流亡政府发的旅行证。也不是Tibet 流亡政府发的，它是印度政府发的。就是说 Tibet 流亡政府他自己发的这种东西没有是吗？因为你知道吗？他的流亡政府在印度，你必须要遵守印度的法律。对。所以所有的的国际上承认的或者国际上可以使用的有效文件都是印度政府的文件。是这样。但是它不是印度护照，因为我们不是印度的公民。也不是印度公民。当然不是了。如果印度公民，那 Tibet 政府没有存在的意义。Tibet 人就是印度人，他可以拿印度。那么比如说就是属于就是流亡政府的人，如果手中没有流亡政府发的护照，也没有印度的护照的话，那是不是说他们就出不了国呢？没有啊，他这个 travel document 它就是旅行证啊，为了出国。那是国际上承认的吗？当然承认的。是这样。当然承认的。他那个印度政府颁发这个旅行证以后呢，他当然除了中国。对。和中国施加的一些国家，就是跟中国关系很好的国家，他有权利承认或者不承认以外呢，其实整个欧洲跟美国跟很多国家，他承认这个是一个旅行证。所以 Tibet 人用这个去旅行。我想问一下有关就是教育方面的事，因为我在国外这么多年，看到不少土伯特人，他们讲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德语，给人是印象很深，给人感觉他们受的教育非常的好。这方面就是流亡政府做的工作，你可以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吗？是怎么做到的呢 ？OK， 流亡政府Tibet 政府跟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到印度以后，办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建立寺院、建立寺庙，或者是去建立宗教方面的。他第一做的工作就是办学校。Tibet 自己的学校。然后呢，当时印度政府提议你们流亡的这些人的小孩子，才几千或者几万，我们把它分到印度的很多高质量的学校里面，没问题。但是当时达赖喇嘛尊者和 Tibet 政府坚决不行，我们要自己Tibet 人的学校。所以
在这样的要求下呢，印度政府答应了这个请求以后呢，印度政府教育部里面专门成立了一个Tibetan 的教育部门，是这样，去资助管理Tibetan 的教育。那这样的情况下，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后来Tibetan 人流亡到印度尼泊尔，不但定居以后，他成了一个社区以后呢，他办理了自己的学校，然后办了自己的学校，然后呢，他的整个教育的课程老师全部都由 Tibetan 人自己负责。当然有些课程需要印度人或者其他国外的或者其他国家的人帮助。那这个教育的其实 Tibetan 流亡政府教育部它下面的整个教育体系有几种体系，就是一种体系就是当然跟Tibetan 人定居点的学校是印度政府资助，那现在已经收回，Tibetan 政府自己自力管理。之前呢，它有印度政府资助，那当然Tibetan 人自己去管理安排课程全部是这样，这是一个体系。另外一个体系，它是一个Tibetan 人自己管理的学校体系，很有名的就叫做 TCV Tibetan Child Village，就是儿童村 Tibetan 儿童村。那这个是当时有达赖喇嘛宗者的母亲跟还姐姐建立的。那当时Tibetan 流亡过来以后，为了生活去工作去修路，这样的话很多小孩就没人管。当时呢，达赖喇嘛宗者的母亲就把这些小孩收起来，然后管理抚养。那这个后来呢，形成一个很大的教育体系，Tibetan 流亡社区是很大的体系，它的总部在达兰萨拉，它有很多分校它有很多分校在各地，然后它有几万学生在这个体系里面接受教育，然后呢，后来大量的新的流亡的 Tibetan 小孩也在这个体系里面接受教育，所以它是一个Tibetan 政府教育部下面呢，它有好几种，还有一些私立的学校也是一个体系，但是这些的管理，这些的整个教育的规划都是由教育部去管理和推动这个教育体系，接受教育的内容。那他在接受教育的课程，当然以 Tibetan 母语为主要的课程，然后学英语，然后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班级以后再去学印度语。比如说在印度的话，印度语；在尼泊尔的话，学尼泊尔语。这样，所以这个整个教育体系它是 Tibetan 自己的教育体系。然后他12年，在印度是这样的分法，12年级以后就相当于考大学。那他12年级的考试就是整个印度全国的一个统一考试，这是大学的关键的考试。那12年级的时候，这些 Tibetan 学生就参加印度的全国的考试，然后大学呢不同的专业，他大学上印度的不同的专业的大学，然后如果你选择 Tibetan 自己的大学，几个大学他也可以选择。这样，然后它整个教育体系，它是一种完整的教育体系。所以你感觉到Tibetan 年轻一代的英语和其他语言都很好，都是通过这个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然后呢，教育部呢也安排很多留学生，比如到美国、欧洲，他安排申请一些奖学金，或者说自己
自己设立一些奖学金，把那些学习好的有那个天才的学生培养到国外去继续深造，到美国每年大概有20到25名20到25个名额，这样每年给他提供基金去学习，其他国家也这样，他去安排去留学。所以呢，这个体系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体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流亡这边的人流亡以后，大概20年以后，10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里面没有文盲。现在的土巴特流亡社区根本没有文盲，他很早以前就接受教育，每个人都接受了教育，对，这就是好的。那他的教育的体系，这种我刚才提到的印度政府教育部开支那个定居点的这些学校呢，现在土巴特流亡政府他收回，他自己去开支，他自己去管理。先是印度政府，然后呢那些其他的体系，它主要靠一些国际上的比如说 SOS 这样的组织然后寻找资金去运作，是这样的，基本上。对。好的。那么我们下面谈一谈，就是达赖喇嘛尊者是奉行的中间道路政策。这个土伯特人一直在征求与中国人谈判，就是在土伯特实施这个真正的自治。这种政策已经走了很多年了吧？不过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进展，就这个政策没有给土伯特人带来什么大的优惠或者是进展吧。你怎么看？就是达赖喇嘛尊者这奉行的中间道路政策，你觉得绝大多数土伯特人都支持这个政策吗？是这样，其实当然大家一般都会这样说，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这样对，达赖喇嘛宗者提出了这个政策中间道路。那所谓的中间道路，它肯定因为需要中间肯定有两个边，两个边就是一个是土巴特人要恢复土巴特的独立地位，那另一边是中国政府继续实行现在对土巴特的这个政策，然后他挂上一个自治的名字，然后让土巴特大的地方叫自治区，小的地方叫自治州，再小的地方叫自治县，再小的地方叫自治乡，这样他这样变，然后呢，就是在这3条里面呢，宗者提出的中间的地方就是两边不妥协，然后走中间，就是意思就是 OK， 土巴特人放弃恢复独立这个诉求，然后中国政府你也妥协，改变现在所谓的这种没有自治的自治，实现一个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自治，对不对 ？OK， 那这个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整个土巴特我刚才提到的3区一定要在一个统一的行政区下面，一定要统一，不能分而治之。第二点就是在这个中间道路的原则，土巴特人的文化、教育和宗教这些由土巴特人自己去管理，自己去继承发扬，这自立这个，这些当然它内容很多，当然外交什么
国防之类与中国政府团结。那这是中间道路，就是在两个边上，也就大家都妥协，然后在中间找出一个比较大家两边都可以接受的方法。然后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很多人都问这个中间道路有多少 Tibet 人支持，或者多少 Tibet 人反对。那这个总体来说，这是首先是由达赖喇嘛总理提出，然后他提交给议会和流亡政府去讨论到底怎么办，然后讨论了很多次，然后召开特别大会，就是找一些各地的代表，各个层次的不同层次或者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的代表，然后开讨论怎么办，到底怎么办。然后呢，讨论以后呢，其实是很多人还是比较支持达赖喇嘛观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大多数当时有一个比例，就是65%或者70%，有这种说法，就是支持。然后呢，这个进行了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讨论以后呢，议会通过，然后政府当然议会通过以后，政府必须要实施这个政策。所以议会的议员都是各个层次或者各个地区各种宗教或者说不同地方的代表，那他是代表着民意去在议会制定这个政策。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大多数Tibet 人可以接受的一个政策。当然Tibet 社区有恢复独立为奋斗目标的一趟的，比如说 Tibet Youth Congress、Tibet 青年会这些他是坚持Tibet 一定要恢复独立这样的立场。那他们也有权利，因为 Tibet 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有不同的声音或者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都是很正常的。那作为因为 Tibet 政府，他必须要尊重大多数民众和议会的决定，所以最后讨论很长时间以后呢，大家有个共识，议会通过，然后议会确定这个政策是Tibet流亡政府对中国的一个政策。当然，它的这个政策经过多次的跟中国政府的谈判以后呢，总体来说，大家比较公开的承认，就是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就是公认的一个事实。那么到目前那么你刚才提到这个，你们当中也有独立派，就是特别是年轻人的组织。那么我想知道，他们在流亡政府里面是不是也有位置啊？比如说，他们也能参与这流亡政府吗？流亡政府它是一个政府结构，它的公务员，我其实刚才本来要整个介绍这个，它流亡政府呢，它有3个独立的部门，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审计书，它就要财政上审计给自己的审计书；一个就是选举委员会跟公务员委任委员会，它就是这个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它Tibet 政府需要公务员，因为缺少一个位置，需要人才，哪个特长需要公务员的时候，
他就列出名单，我们需要这方面的5个公务员。那这个叫到那个公务员委任委员会，那他公开的发出通知，在整个 Tibet 社区，谁具备这些条件参加考试，参加考试以后再提人为是这样公务。那这里面那只要你有这个才干，你的考试是合格，你有这个专业的特长，任何人任何 Tibet 的人他可以去工作。所以你既然是Tibet 青年会的成员，但你同样也是可以为Tibet 政府的公务员。这是一点。然后呢，议会里面也一样，有很多议会的议员，现在的议会议员和之前也一样，有一定比例的，他之前是那个Tibet 青年会的成员，而且有的是主席之类的，然后被人选举为某个区域或者是某个地方的议员，他在议会里面，那他也可以在议会里面表达他的恢复独立的意愿，和他也可以发声，他有权利去反对中间道路。所以这个并不是那个Tibet流亡政府整个把不是中间道路支持者的全部排除在外，没有这种说法。它的体系不允许这样，它的整个体系的运作在法律上不允许你认为他跟你政治立场不一样，跟政府政治立场不一样，就不允许参加政府的公务员，或者说政府里面的不参加，禁止参加政府里面的读书任职这些不允许。是这样。另外我想问一下，我看到昨天这个流亡政府的主席是 Dr. Lobsang Sangay， 他接受了印度媒体的采访，他提到这是中国60年的占领政策已经失败，他主张所有的问题还是应该通过交流交谈，就是对话来解决。在这个记者问到他有没有可能在他有生之年看到，就是土伯特实现他所希望的真正的自治的时候，他很坚定地说，我坚信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土伯特能获得真正的自治。你也有同感吗？你同意他的看法吗？因为你也能看到有生之年看到土伯特能实现真正的自治吗？对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其实很多人对中间道路抱持一定的希望，或者说从中间道路这个政策上看到的希望的原因基础，它的一个基础是大家公认中国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中国国内也在发生变化，它以这种推理去推，那这样的原则的话，它中国发生变化整个都在发生变化，那这样的情况下，一定会整个世界的改变和整个中国的改变与这个中间道路这样的一个非常理性的或者说很多人，当然现在的中国政府另外除外，很多人可以接受的作为比较怎么说可以接受的一种这种解决方案，对话首先是对话，然后是非暴力这种方式，其实很多人可以接受的所以把这些结合在一起，那就很多人
对这个中间道路的原则和未来有乐观的态度。另外呢，当然从土巴特人的角度要去考虑，土巴特现在第一个条件，它整个土巴特被中国政府控制，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整体土巴特的势力跟整个中国的势力比较，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从各种因素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时候，那大家对中间道路是有很大的乐观的态度。当然你提个恢复独立这个的时候，就再加上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再加中国政府进行煽风点火以后，你可以看到中国人那种激情就马上会来，会激情就会高潮起来，然后那种疯狂的比如说反对声或者说咒骂声就会出来。当然这个是有多大的真实性，或者是多大的那种事实上的这种观点，也是另一个问题。就是最近的美国的 NBA 的比赛一样，反对的声音很高的感觉，但是真正看的人更多，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觉得特别希望政府的使用，我们说使用英文呢叫总统，在他回答媒体的采访时的这个他所保持的乐观态度，应该也是从这种角度去考虑的，所以他得到这样的。不过实际上也有不少就是不同的观点，比如说你提到就是，比如说在中国占领土伯特的时候，他们就虽然没有说他实际上要实行的就是一国两制那样的东西。然后这个土伯特人他们自己感觉到他们承诺的东西根本没有实现。然后最近别说以前的吧，就说香港现在的状况，他们跟英国政府签订的合同全世界都知道，他们保证这是一国两制50年不变，港人治港。结果怎么样了？这刚过20多年22年，他们就收回他们的诺言，说这个跟英国政府签订的合同已经作废了，没有什么实际效力了，所以他们要执行的是一国一制，他们已经开始在香港开枪杀人了。所以说，另外就是有一些个土伯特的专家，比如说有一个美国的土伯特专家，他是印第安纳大学的教授，叫做 Elliot Sperling。他就在他在2014年5月份发表了一个文章，说土伯特所实行的所谓的中间道路简直就是自欺欺人，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我注意到就是西方世界持这种观点的人还真不少，因为中共这个 CCP 实在是太残酷，但你根本不能指望他信守什么诺言，或者他虽然说你土伯特是自治区，东土也是自治区，那只是写在纸上的罢了，哪有什么自治啊？100%是他们控制，土伯特人和维吾尔人根本没有发言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这样的蛮横，哪能就是期望他们有人性，就是说突然改变那种话，给你们突然的真正的自治呢？对，这是确实是这样的。这不仅是对特别对东土，他们的所谓的自治，所有的承诺都是纸上的，不是假的。而且对14亿，大概没有14亿，13亿中国人。除掉我们特别东土人民，这样，所以他得不要说对我们，还有对你们，对整个中国人都是这种心态去骗
他所制定的所有的法律都不执行，他都是已经退回到集权的这种共产党的这种集权的顶峰。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对中间道路是非常不利的一个环境。那中间道路它本身或者是它的整个制定的过程的整个当时中国的情况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当时公开的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呢，刚好是中国的整个社会发生变化，比较趋向于比较温和、比较开放的这个方向发展的那一阶段。所以这样的中国社会的背景和中国发展的趋势的前提下制定那这个中间道路政策。所以呢，整个中国，特别是习近平执政以后呢，整个中国整个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倒退了很多，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一个事实。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刚才说的完全是对的，他对香港现在的政策非常明确而且每当很多媒体采访说对香港的看法或者对中国的看法的时候，就说对中国共产党的承诺，那就台湾人最有感受，一次又一次的骗，一次又一次的这样骗和欺骗。所以目前的这个特别在习近平执政的这个中国走向非常集权的这个社会这个前提下，现在的当下这个前提下，当然对中间道路的希望或者是对中间道路的持有乐观的这种观点，我觉得肯定会发生变化，因为在这种集权的统治和习近平执政的这种方式和这种体制的走向集权的这个状况下，真的是非常难的。对。解决问题。所以反正我它有一个中国整个社会或者中国的体制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才会对，只有这个集权政权改变，那才能对它保有希望。另外，我想就是跟你谈谈这个叫陈全国的这个刽子手，他以前来我们东土之前，好像就是在土伯特当总书记的。我听说他去那以后也采取这种残酷镇压的政策，也使得很多这个土伯特人遭到迫害。你能简单的谈一下这个形成的这个屠夫在你们那儿执政期间干的那些坏事吗？对啊，陈全国在特别当然他不是在整个特别，他是中国所说的特别，他的自治区这里当官。那他一来以后，他就对整个特别宗教文化整个民族实施了非常残酷的政策。他其实现在的中途建立的可能集中营，其实他在特别的时候，他已经实施过，而且当时的性质跟他所有的运作方式都是一样的，只是规模没有像中途今天那么大。他主要是当时采用这个集中营，主要是针对打击那个特别僧侣就是出家人那些宗教人士，他把大批的宗教人士关到那边，然后他学习政治学习，或者说乱七八糟的随便套上很多概念，然后在集中营里面进行关押，
而且没有任何的法律的依据，他就是直接把你关机以后，他想关多少就是关多少，多长，这样，所以而且陈在Tibet 的时候，他对中国达赖喇嘛的攻击也是非常厉害的，他提出了很多那种真的很可恶的那种提法，什么达赖喇嘛对藏人没有做一件好事，或者他就是最怎么说呢对达赖喇宗主的指责，他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当时特别的人就非常讨厌他，而且他对特别执行的那些打压政策，一直是他走掉以后呢，其实新来的中国的官员继续是实施，所以当时他执政的时候，就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又在 Tibet 实行，对，他是这样的，然后他把这个Tibet 的经验带到东土，然后继续扩大几百倍，然后呢，现在你看东土300万人关押集中营，然后他说这是技术学校，对，那这真的是很可恶，对。对，这个屠夫，他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个屠夫。没想到他就在全世界的眼前开了那么多的集中营，把300多万人关起来。然后你在网上看看那些个小孩，2岁、3岁的小孩，维吾尔小孩，哭喊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他们父母都被剥离了，然后他那小孩他什么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有的开了是对管理那些小孩的集中营，毫无羞耻的把他描绘成是什么爱心什么幼儿园什么的，那简直就是小孩的就是集中营。我们经常看到中国人就是活剥皮，比如说把狗吊起来，那狗还没死呢，他就给剥皮。我看到这些维吾尔小孩的视频，我就感觉到这两个是完全是一码事儿，这等于是给这个小孩活剥皮，把他的父母给隔离了，给关起来了。有一个王八蛋，他好像是什么中国的外交官。在英国还是什么地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英国的记者就当面对他提到这个问题。那么小的一个小孩，2、3岁的小孩，你们把父母都关起来了，这小孩就没人管了，你们怎么这么残酷啊？他说，中国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儿。如果你有证据的话，你有看到这样的小孩的话，你告诉我，我会帮他的。这个王八蛋。他肯定在网上看到过这么多的小孩他在哭闹，喊着爹妈，他没看到吗？中国政府对 Tibet 一贯的政策就是这种说法。他在国外有记者提问，他就说：“我希望你们亲自到 Tibet 看一下。”然后比如说在国外出生的，他首先调查，然后发现他是那个国外出生的Tibet 人，他就说你从来没有去过 Tibet， 我们欢迎你到 Tibet， 你亲眼看一看，走一走你，都是太不要脸了这帮人。他是对，他们简直我在我眼里，他们不能称之为人，因为人是在说谎的时候他会脸红，他良心不好受的。不过这帮人他不说谎话，他就会觉得不好受。他每天就在说谎话，都习惯了，好像就是一天的3顿饭一样。他不在说谎的时候，他就满脸通红。这简直我们也太可悲了，怎么跟这种人就是做邻居啊？我们太可悲了，真是。
这中国共产党统治了中国以后，他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全部除掉，然后文化大革命搞得全部没了，所以中国人没有传统，没有宗教，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对这种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太可怕了。这个感受对于我来说感受很深，因为我在特拜接触很多中国人，然后在中国社会里面也比较了解整个社会的情况，然后我流亡到印度，那印度它是有一个宗教，它是有宗教有信仰的国家，不管它是哪一种宗教，不管它信仰什么，它毕竟有信仰有宗教，那它这两个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社会。虽然印度很多地方比较穷，但穷它有一天，它总有一天会富起来。穷不是问题，整个人被摧毁，整个人没有人性的时候，它发展，它有钱又能怎么样？更坏，更能破坏人类，对人类的破坏更大。那印度社会它非常贫穷，它毕竟做什么事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标准，自己的一个原则，因为他的信仰，因为他的宗教，毕竟受制于他，所以这两个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对，就是人呢，如果没有信仰，会变得非常非常可怕的动物。他们这采取这种法西斯政策，把300多万人关起来以后的任意屠杀，就是说，那些外国的在国外生活的中国人，他们也看到了，虽然国内的看不到，因为他有长城或防火墙，国外的那些个，他们看到的那些可怜的维吾尔族小孩，父母都被关起来了，或者被打死了，他那么小的年纪没有父母了。非常的可悲，这跟法西斯纳粹还要法西斯，非常的可悲。这种情况下，他们看到这些视频，他们不会感觉到脸红，反而在那支持那个法西斯那个 CCP， 还在这有很多视频我看到以后简直要呕吐。在那个澳大利亚，有人就是在大街上访问那些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在那生活了8年、9年的都有。一问 CCP 伟大不错，他们什么错误都没犯，他们关押了300多人，因为那300多人犯了法了。然后共产党控制自由没关系，我可以没有信仰。这是人说的话吗？我实在听不懂。我看到那个视频，然后就那些能在澳大利亚留学，能在澳大利亚待8年，那他肯定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就是 CCP 的这个统治阶层的人，所以他们父母或者说他们亲戚或者说他们家人就在那个 CCP 的那个统治执行这个残酷政策和实施这个的人，所以他们有着直接的利益和直接的关系，所以他们死都不承认这个纳粹式的这个政策。你看一下一般的中国老百姓或者一般的人，他可以留学吗？他有能力留学吗？他能到澳大利亚能生活那么长时间吗？没有嘛。所以这些是整个是中国共产党整个中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一方面它就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所以你不要把它太认真的看这些东西，我们看的很多了，已经看成就是傻瓜的那点闹而已，也不要太认真。因为我在北京上的大学，当时我们有很多汉族的朋友，平时我们谈论就是日常生活方面的事，都是好朋友，谈得非常的愉快。不过一提到这个我们维吾尔人的情况，还有土伯特人的情况，他们马上就会翻脸。
不管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们也马上就会翻脸，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吐蕃特跟东土本来就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嘛，你们干嘛？你们干嘛要搞分裂什么什么？我说你神经病啊你！你读的是哪儿的历史啊？什么叫自古以来？我们的历史上有过那么多的王朝，那么大的帝国，横跨这个欧亚的帝国，你听说了吗？他说什么帝国，什么国家？我没听说，他马上就会翻脸。我这一生就一直在努力找一个，就是说能正常思维的汉人，能正常思维的中国人。很遗憾，我虽然在北京上大学待了6年。2年在民族学院，4年在北京首都师大上的大学，就没有碰到过这么一个汉人，没有碰到这么一个中国人，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可悲。你再洗脑，把脑袋切开用洗衣机洗的话，那你毕竟是人呐，你应该有个人的思维，人的思考能力。你不知道共产党杀了多少个中国人吗？几千万呢？上亿，有的人说中国共产党杀了1亿个中国人呢。历史上呢，有哪个什么黑帮或者是什么法西斯杀过那么多人呢？你没有看到吗？你的父母没有看到吗？你没有读到吗？这一点我实在弄不懂，所以有点，我本来希望就是国外的，就是中国人。他们在这个民主国家生活了那么多年以后，应该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思维问题。不过一看到他们还是出国已经8年了、9年、10年了，还是那个脑子，我实在想不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其实你看，在国外，在西方国家的很多中国人，他虽然留学，或者说他在生活在这些国家。但是，他身体，比如说他居住在这个国家，但是他的整个思维方式，他的整个生活环境，或者说他的整个接触的，还是一个中国社会，不是吗？他们融入那个本地国家和本地的那些居住地的国家的，就是很少，他就是本地这点，就跟中国的官员或者中国人居住在特波或者居住在敦土，他们虽然在那边，他们的工作或者说他们的工作也许是跟有关，跟敦土有关，对，但是他们的整个生活仍然是生活在北京或者上海或者我想也是，对，因为他们永远会在或者他们那个小圈里面生活，他们根本不考虑或者说没有曾经想过或者考虑过怎么去融入本地人的生活，或者是去了解、去学习，然后去思考，不用他们直接生活在中国人自己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在西方或者民主国家的很多中国人，他本身就是这样，他生活在那个身在国外，但是他生活在同样生活在中国国内。对，我提到这个国外的中国人，我想起一个问题，就是国外也有不少民运人士，他们也想改变中国，就是全世界各地吧都有这样的民运人士，他们是民主派，成立了什么民主党或者是自由党什么的，他们也希望就是中国能改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国也能实现民主。我不知道这个你们就是土伯特人，跟国外的中国人就是自由派民运人士吧，接触多吗？你们的感触如何？其实我在外交部的工作大多数跟这些有关，就是我们接触很多中国的民运这一块。那中国民运这一块，那也有一些是真正搞民运，或者说想改变中国，而且比较有开放的思维跟这种想法，而且有自由的思维方式
去考虑这些问题，但是这些是绝对的少数。那绝大多数的，比如说很多中国民运人士，当你提到特别和东土或者说内蒙古问题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呢，民运人士都不会听这个，而且他们一直反对不要怎么东土怎么，他们一直反对。初期是这样，后来呢，然后呢，整个民运的这个民运组织，他们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也没有一个统一的领袖，所以他们各搞各的，然后他们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实力和力量。然后呢，在国外的自称为自由派或者说民主派的人，不一定是自由派、民主派，特别是面对面对东土的时候，他们当问题接触到特别东土的这一块的时候，他们的自由和民主的这个理念就会自然而然的回到大中国、大一统这种概念，这是很常见的，也是很普遍的。但是所以他们整个在国外没有形成一个大的实力，他们现在的状况，他们自己里面的团结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有一年有一群民运的认识民运的一个组织，他访问达兰萨拉，然后拜见尊者达赖喇嘛的时候，他们说我们需要的中国民运需要团结在一起，我们真的没办法组成一个统一的组织，或者说组成一个有力量的一个组织，然后嘛说你们都是搞民运的，怎么打吵吵的？你们应该团结起来，然后你们成为一个组织，一个比较有实力的统一的一个组织。如果你们可以组成这个组织的话，我可以参加你们的活动。所以问题是，就民运它当然它有很多组织，然后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然后没有统一的领袖，比较大家都公认的，或者说信誉很好的领袖，这是一个问题。一个组织它的领袖一定要有公信力和那个有能力，或者说比较大家公认的，或者说影响力比较大，或者说他可以领导很多人。那现在当下的民主这一块，中国民主这一块方面，很难找到一个比较大家公认的领袖，或者说个人信誉很好的，大家都吵吵闹闹说来说去就是抓特务每个都是特务，或者每个都是每个都是特务，这状况很糟糕真的很糟糕。最后我想就是跟您交流一下，就是土伯特人跟我们维吾尔人合作的问题。我经常可以看到，不管是美国也罢，欧洲也罢，或者澳大利亚也罢，反正经常可以看到维吾尔人跟土伯特人联合举行各种各样的示威游行，或者是新闻发布会啊，或者是联合组成一个组织，比如说在日本就成立了那么一个组织，有土伯特人，有维吾尔人，也有台湾人、香港人什么的，就是我们感觉到我们就是有同样的命运吧，就是同样在受到这个 CCP 残酷的镇压，所以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这已经有很多工作在做了。您在这方面有什么预期吗？其实特别跟东土合作的或者说一起
一起合作的历史还是比较之前呢比较长一点。我查了一下资料，大概1984年80年代那段时间，有当时的特拜特流亡政府直接跟东突的很多人士都有合作，都有有一个组织，就是特拜东突跟蒙古南蒙这样一个合作，而且每年都召开会议，统一的去发声这样。但我不知道后来这个组织也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特别是去年我又看到特拜登和那个东突一起，刚才你谈到的一起搞活动，这是很棒的，很棒的。所以一起合作，一起相互支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所以呢，当然一些合作，我个人觉得不要停留在一个仅仅停留在那个政治层面，或者是仅仅为了反抗中共或者这种层面。我觉得一个民族的了解和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交流，它不应该停留在政治这一块上。所以从文化或者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彼此相互了解，然后呢相互学习、相互了解，这样的交流才我觉得比较面广一点，然后它的这个持续性也比较强一点。那在国外仅仅停留在政治这一层面上，我觉得这个变化很大。所以特别是像东突的话跟特拜特流亡政府不一样跟特拜特流亡在国外，但它有一个政府这个组织，所以它的延续性和它的这个比较延续性比较强一点。那东突这边也要建立一个组织，然后这个组织是比较稳定的，然后它不仅仅是政治层面，它有文化，它有不同历史等等不同层次的这些交流，不同层次、不同年的、不同角度的广泛的交流，才能会巩固或者说会更加了解，相互更加了解。然后这种交流，我觉得它的意义是更大一点。其实 Tibet 跟东突在历史上也有那个很长时间的大家一起生活的历史，比如说世纪那段时间，那当时的吐蕃跟东突这边也有接触，有很多往来。现在可以找到很多文物是当时我文字记载在现在的东土找到了很多东西，这样，而且毕竟东土跟特拜特是一山之隔，翻过了一座山就是东土，翻过来就是特拜特，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话，有很大的交流和接触，彼此了解，广泛交流的这个基础。所以怎么交流，怎么去交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需要规划，需要有人去规划，有人去带头去做这是更重要。然后不仅仅去做，然后做了以后让东突人了解，了解交流的过程和这个情况更加重要。不然的话，几个人接触，或者说东突的一个访问代表团访问了，大概就完了。这其实是一个短暂的，或者说不是上层，应该有一个更广泛的对。
我希望就是有一天，我们维吾尔人跟土伯特人手握手，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生活在我们自己独立的国家。我希望东突第一个建教的就是雪域王国，这一天我们非常希望早日到来。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类的历史上看，这个法西斯政策不会延续很久。这个黑暗不会持续一辈子，总会有天亮的日子。我坚信，我们东土耳其斯坦和土伯特会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成为非常友好的两个邻国吧。希望这一日早日到来。今天我们大概谈了2个小时，我第一次跟一个土伯特兄弟这样面对面的长谈。我其实非常希望我们再能谈2个小时，不过你已经累了，时间也快很晚了，所以我希望下一次我们有机会再谈。最后非常感谢你能抽出时间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希望我们以后经常合作，经常聊聊，这样对2个民族相互理解、相互团结、相互合作会有很大的帮助。最后祝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我在这里也向东突的兄弟姐妹和在苦难中的东突人祈祷。当然现在已经是最黑暗的时候，让黎明很快会到来。既然是冬天，那春天绝对不会很远。所以希望东突的兄弟姐妹们平安安全早日结束中国的这种纳粹式的统治。谢谢，愿大家长寿。非常感谢。谢谢，再见。再见。Sevindim vat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Sevmiştiğimizi taşar kırmaktı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Yağmur her kaçan dersen en güzel düşlerde gözüm Hıyallar her kaçan gezersen tamam en güzel düşlerde gözüm Bağrımda kümülmek en güzel armağ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Bağrımda kümülmek en güzel armağ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Kuşlarga qaray men nimadur özlem Vatanım asminidim kimikindim Kuşlarga qaray men nimadur özlem Vatanım asminidim her taş her giya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Dıllarga tutuya her taş her giya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vatan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bana Ben seni şu kadar sevindim bana Ey Rahman